擺個靚 pose 俾大家影翻輯靚相先啦，又左至右啦嘛，兼顧上下嘅，哇！真係嗱，應該有上網嘅朋友都知道佢哋係換咗衫啊，係留意到以示尊重。每一次都係嶄新嘅體驗。OK， 好啦，咁啊一嚟到開場，梗係要玩下熱身遊戲先啦，係嘛？係咪問題唔同㗎？問題唔同，形式都唔同，即係冇路俾你捉啊！就係話係啦，係好新鮮嘅，但係遊戲嘅名都係一樣，叫做你願意嗎？問號嗱咁樣，我就會問一位嘅 Mirror 成員情景題，就係同對方有關嘅。咁問完之後咧，最後就係你願意嗎？咁如果你係願意嘅話咧，你係用行動去回答，你就擁抱對方。如果問完之後你覺得係唔願意，你就輕力推開對方。OK， 好，第一題咧先問 Ian 嘅，係先問 Ian 嘅。好，不願意。直接推開。唔係問題，做啊，唔係叫做啊，要表演一個動作，要有係動作片嚟嘅，動作題嚟嘅。好啦，問題就係啦，而家咧公司咧係睇中咗你哋係要打入外國市場，咁啱咧外國而家咧就時興一個叫做係孖兄弟嘅組合，係一個二人組合咧，希望係完全一樣嘅，即係由髮型啦，所有服裝係一模一樣 copy 咁樣。即係要未來可能係1至2年咧，你哋任何活動完全一樣嘅服裝，所有嘢一樣，底褲顏色都一樣。哦，咁細去。係啦，好細，係啦。跟住咧，願唔願意咁做？同佢係。哦，諗咗先，用行動嚟答，因為要睇嗰下。如果你願意同 AK 喺2年間所有衣着打扮做嘅嘢行蹤完全一樣。請擁抱佢。如果你唔願意，請輕輕推開佢。OK。你問我呢個問題，你問翻我。好，請問 AK， 你願唔願意同陳卓賢每日着一樣嘅衫，呼吸同一個空氣，飲一樣嘅飲品，食同樣嘅菜式咧？客戶我係 OK 嘅，我睇住。點解咧？點解有呢個答案咧？太唔同啦，我哋太唔同嗰個 style 啊，衣着上啊，即係各樣啦。但內在係差唔多嘅。係，即係譬如如果要着背心嘅話，你就中意着白背心，唔係喎，你都會着白背心㗎。咩啊？哇！唔小心戳到啲嘢。即係如果有冇想像過咧？即係完全一樣嘅衣着。我諗其實有時我哋 Mirror 團嘅時候，有時即係又唔係話叫做完全一樣咯，但係都其實已經好差唔多㗎啦。即係特別係出道頭幾年嘅時候啊，即係清一色嘅西裝啊，清一色嘅牛仔啊，黃色短襪，黃色嘅襪啊嘛。係啊，好深刻嗰個出道，喂，好深刻㗎嘛，真係。你都有份經歷嘅。係，多謝多謝。咁即係呢個一模一樣就避免啦，OK。但係其實就算着一樣嘅裝束，大家都會 feel 到有唔同嘅，一定。好啦。第二題問大家啦，問 AK 嘅，問你，都冇題答，係啦。如果有一日你同 Ian 嗌交嘅，喺大家嘅價值觀裏面咧都冇錯嘅，但係嗌交已經咧係冷戰咗幾日啦。你願唔願意啊？係做主動接觸翻對方嘅嗰一位咧？係啦。不論對錯嘅，即係大家喺大家嘅角度都未必有錯，但係已經嗌咗交，已經冷戰咗幾日，冇講過嘢啦。願唔願意同對方主動接觸咧？好，準備用行動表示。準備3、2、1。我想問係。有冇試過真係有呢一啲嘅情況㗎？梗係有啦，即係團啊又好啊，同佢又我同佢相處通常都係我做主動比較多嘅。係，即係譬如以前可能係約食飯，即係約食飯啊，或者係有時夜晚出唔出下去啊，佢咧有時要好睇狀態，有時可能佢真係
經過我附近，佢就問下：喂，落唔落嚟遊個車河咁樣？我會主動拒絕，係啦，主動，我負責主動嗰 part 就係主動。但係通常我哋嘅約會或者活動，通常9至8成都係我主動先嘅。哦，咁所以都喺即係呢段關係都係你維持喎，呢、個群組都係你管理㗎咯唔可以咁講，唔可以咁組講。管理員喎。即係但係你唔可以喺咁邀約我嘅喎。但係好重要啊！呢一方其實喺一個友誼裏面係好重要。咁Ian咧，你嗰1成裏面，你係喺咩情況下會做主動咧？約 AK 有冇㗎？但係其實冇嘅。要個 timing 好。係咯，好似佢啱啱所講咯，有個咁 timing 啱咯，係咁啱經過屋企就話兜個風啦咁樣咯。係。咁如果喺即係友誼嘅關係上，即係譬如如果真係有一啲誤會，你傾向會點樣處理咧？即係假設係 AK 先，即係啱啱嗰條問題。我覺得通常即係都唔會話去到要我向你示好先，你向我示好先或者咩？即係可能過一段時間，大家就當冇嘢發生咁樣，就如常做嘢、如常見面之類咁樣。即係睇嚟呢題都係考驗唔到你哋，因為本身因為通常越 close 嘅人係特別少講啲對唔住啊嗰啲嘅，即係通常都係由佢過咁就，因為始終唔會傷害到大家最底層嘅嗰個感情啊嘛。因為好了解對拗方。拗撬嘅。果然係好 sweet 啦！我哋再俾啲掌聲兩位啦，係好了解到啊！估唔到嗰啲熱身問題係好 deep 咧。係咪？哇！估唔到啊！出唔係我作㗎，係多謝製作組嘅團隊。好啦，咁喺暖場熱咗少少身啦，話咁快咧 AK 就可以休息一陣先。係啦，唔該晒，我哋再一次唔該晒 AK，係啦，可以到後台休息一下，跟住落嚟將個台交俾Ian為我哋。